沙仑智慧历年去下城一直是南部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对处市府为了让民众更加亲近认识相关智慧科技的成果，所以规划了沙仑智慧生活周，邀请超过60间厂商来参展。其中有真特别的研发，就是业者将电火泡仔加厕所直接放入去水内，手搁伸入去，竟然袂漏电、袂跳电，嘛吸引市长吴一铁拢来参观。一般来讲，插头丢到水里面都一定会跳电、会漏电，甚至手伸下去会电到。但是我们的设备已经可以做到手伸进去其实是不会电到，我们在瞬间然后造成零电位差。那也就是说，未来使用的这套我们开发出来的设备，以后家里就不会有漏电电死人。不会有因为漏电而产生的电线走火，然后公司也不会因为漏电下午整个都不用上班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称是从富兰克林发现电以后最神奇的一项的设备设施。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能够借由我们沙仑科技展，以后能够推广到全台湾。会场除了使人赞叹的漏电保护装置，成功运用在市场以外，另外利用太阳光电的系统所进行的绿电开发。会当将所有电嵌入这个装置，然后分配到每一个家庭，用来甲家边业者合作拢会当，希望大进生活，嘛成为展览当中一大亮点。光电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这个来源电力来源，那我们就透过储能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电力。那当这个台电端如果电力这个不稳定的时候，或是断电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短时间的供电。目前就希望结合在地的一些活动来使用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这个可以用咖啡煮咖啡可以跟咖啡的业者合作或是说我们可能有电磁炉就可以煮一些关东煮我们可以跟在地的一些食品业可以合作那未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光储设备，然后到每个地方提供一些快速的一个电力供应。人工科技来自人性，所有创新研发嘛拢应该落实到日常生活，实际运用来解决问题。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